徐薇老师，有开心看到老师吗？要学客家话喽。今天要学的是电话用语。首先，电话拿起来，喂，请问要找哪位呀？跟我念，喂，请问啊，请玛莎，请问就是请问，而请就是要找，请就是到处找，叫做请。玛莎就是 who 谁呀？请问而请玛莎，又念得好好哦，很有天分哦。你可以说我是阿图，请问三八椒在吗？跟老师念哦，我是阿图，请问三八椒有在吗？再来一次，我是就是我是，我是阿兔。请问三八椒有在吗？有在吗？就是有在吗？再来一次，我是阿兔。请问三八椒有在吗？哎呦，念得好好哦！你可以自己说了我是他的同学，怎么说呢？我是他的同學。我是就是我是，他就是他的，同學就是同學，朋友呢？朋友，同事呢？同事，我叫做阿图好了，我按到阿图，我按到就是我叫做什么名字？我按到TV，我叫做徐薇，跟我念一次哦。我是他的同學，我按到TV。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按到阿兔。我是他的同事，我按到三八椒，念得很好。来，接下来音可喜相逢。今天徐薇老师要教的是舍本逐末，客家话是怎么说呢？很有意思哦，来哦，兵法手握玉老楚，再来一次，兵法手握玉老楚。兵法就是放火，烧屋就是烧屋子，放火烧屋子，为了干什么呢？救就是去追赶他走的意思。救老鼠就是老鼠。兵法手握救老鼠，哪有这种事呢？对不对？舍本逐末啦。英文怎么说呢？杀了会生金蛋的鸡叫做 kill the hen 就是母鸡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。lay 就是下蛋的意思 ，golden 黄金的金蛋 golden eggs， 所以英文叫做 kill the hen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。舍本逐末咯，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嘴巴借徐老师，拜托跟我念哦。第一句话，喂，请问要找谁呢？喂，请问爱情玛莎。我是阿兔，请问三八椒有在嗎？我是他的同學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是他的同事。我按到TV，哎呦，好棒哦！學到這了，安之 say 再見。